大家好，我係原子，想問大家一個問題：你有冇見過相中嘅呢個女人呢？點解呢個女人被指以極醜惡嘅手段慘害至少70幾個人雞毛鴨血，而受害人數至今仍然不斷增加呢？本集我親自多次同苦主同埋涉事公司嘅前員工溝通，所以佢個人真係都幾趴街嘅，認真嗰句，佢真係你叫佢唔好再出嚟害人啦。為大家揭露呢件無法無天嘅個案。喺2024年夏天嘅一個平常下午，Janice 接到一個陌生電話，來電者自稱係一個姓顏嘅女士，佢向 Janice 講一個壞消息。Janice 多年嚟幫襯嘅美容院已經執笠，呢個消息令 Janice 有啲失望，因為佢由疫情之前已經係嗰間美容院嘅老顧客，同員工好熟絡，就算唔做療程都得閒會上去傾幾句。不過由於私人理由，Janice 已經好耐冇幫襯嗰間美容院。其實當我收到顏女士個電話話俾我知，我平時幫襯開嗰間美容中心執笠嗰陣呢，我係好驚訝嘅，因為真係冇諗過，同埋佢從來都冇通知過我。喺當日嘅電話入邊，顏女士向 Janice 表示，佢間公司已經接手咗嗰間倒閉美容院嘅業務同埋顧客。佢熱情咁邀請 Janice 到旺角彌敦道嘅新店 ProCare Concept 體驗服務。咁我收到嗰刻，其實我已經專登去上 Google 嗰度走去 search 嗰間美容中心嘅名，結果喺 Google 上面的確係寫住結業嘅，咁所以當時我就相信咗佢，咁就接受咗佢話上去預約療程啦。當日喺新店接受療程嘅時候，自稱係店鋪經理嘅顏女士不斷向佢極力推銷療程，佢仲話：你一陣趕唔趕住走啊？我送多個療程俾你試一試。就係咁，原本1個鐘頭嘅療程被延長到接近3個鐘頭。就話佢而家呢一間美容中心就有晒我以前幫襯開嗰啲療程，就好鼓勵我繼續幫襯佢啊，又話佢啲 package 好抵啊，等等等，疲勞轟炸，所以其實都覺得好煩。我當時嘅心態係諗住，忍咗佢就算啦，因為我始終之前俾咗錢，想用翻之前嗰啲舊餘額，咁所以繼續接受服務咯。喺療程結束之後，Janice 被帶到一間有獨特氣味嘅房。Janice 後嚟回憶起嗰股香氣，令佢有啲神志不清。咁嗰間房呢，當時都覺得怪怪地，有一陣怪味。初時我都覺得應該係佢自己獨有嘅香薰味道，係啦，所以都冇理到啲乜嘢啦。咁然後入到間房之後呢，佢就強調之前同我好熟嗰個美容師啦，就已經轉咗職，就去咗佢而家嗰間美容中心度做。咁佢不停呢喺度交代緊嗰個同我好熟嘅美容師呢，佢而家嗰啲情況呢，令到我呢當時係真係放下咗戒心嘅。咁加上呢，佢喺個電腦度呢，的確係有展示我初初喺舊嗰個美容中心所有消費過嘅記錄同埋我使用緊嘅服務，咁所以我當時都相信佢講嘅嘢啦。喺間房入邊，女經理威脅 Janice， 若果佢唔額外買昂貴嘅新療程組合，就唔能夠繼續用舊店嘅餘額。女經理甚至暗示 Janice 啱啱接受美容服務，但就唔買新療程，等同走數。喺過程入邊 ，Janice 只係記得當時精神迷迷糊糊咁攞出手機之後，然後就有一筆錢由佢個賬戶不翼而飛。最終支付金額遠超口頭報價嘅50幾倍。喺第二日 ，Janice 清醒之後越諗越唔對路，佢打電話俾顏經理，想問清楚已經購買療程嘅具體內容，但對方就支吾以對。喺嗰一刻 ，Janice 終於決定以 WhatsApp 詢問原先一直幫襯嘅舊美容院負責人，對方嘅回覆令佢好震驚，我哋冇執到笠，只係搬走咗啫。Janice 意識到自己被騙，就即刻打電話俾顏經理申請退款，指自己購買嘅服務仲喺冷靜期內。而根據香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嘅資料，冷靜期適用於涉及3000蚊以上預繳美容或者健身服務合約，所以 Janice 嘅要求合情合理。但喺跟住嘅幾個月，佢只係得到公司嘅敷衍回覆，陷入無盡等待。之後對方更加失聯，後嚟公司更加突然執笠。當我發現咗我俾佢 block 咗我個電話之後呢，其實我覺得好無奈噶，因為我其實已經用晒所有我可以用嘅途徑都好，我都係追唔翻筆錢啦，亦都甚至去到聯絡唔到佢啦。咁呢嗰陣時我真係覺得好無助，仲要得翻我自己一個去處理成件事。Janice 用盡一切方法尋求公道，
向銀行申請交易爭議，仲向海關、消委會、警方同埋私隱專員公署報案，但所有官方途徑都徒勞無功。而喺事發嘅時候，顏女士自稱係公司經理，而根據我哋而家睇到嘅公司週年申報表，顏女士擔任公司秘書，而一個叫做李春華嘅人物就係公司董事。不過經警方調查之後發現，顏女士實質上都係公司嘅老闆之一。警方後嚟更加了解到事件背後嘅真實操作手法。舊美容院首先將客戶資料賣俾顏女士，而顏女士攞到呢啲客戶資料之後，就以舊店執笠作為解釋，以新公司名義接收呢啲客戶，再以不道德嘅手法出售療程。當時各機構都冇辦法真正協助 Janice 攞返啲錢，孤軍作戰嘅佢，偶爾喺一個叫做美容界黑店大全 2.0 嘅 Facebook 群組入邊，見到有人討論顏女士美容院 ProCare 使用到嘅惡劣手法，當中大部分苦主都稱顏女士做肥傻。不過好彩，直到我喺 Facebook 嗰個群組見到發現原來有好多好似我咁嘅苦主，之後我就即刻就聯絡佢哋啦。咁跟住大家就揾一個方向去處理呢件事啦。有人表示俾咗錢之後，幾乎冇辦法成功預約療程。有客人嘗試以 WhatsApp 預約服務，但店方就幾日都唔回覆。而當客人親自上門店預約，店方又用唔同嘅理由阻撓。有苦主甚至投訴，肥傻曾經喺推銷嘅時候直接攞走苦主嘅手機轉賬俾錢。不過肥傻就冇因為被眾多苦主討論而自此銷聲匿跡，反而繼續明目張膽咁擴展佢嘅美容店詭計。肥傻關閉咗 ProCare 之後，一份聲明書提到，肥傻嘅集團接管咗另一間叫做 Focus Medical Cosmetics Center 嘅美容院，將門店改名做 Top Medical。根據公開嘅香港商業登記證資料， Top Medical 同肥傻早前關閉咗嘅 ProCare 門店係屬於同一間有限公司。喺2024年12月，本集另一個主角 Karen 成為咗銅鑼灣 Top Medical 嘅員工。大約應該有12-13個員工啦，即係佢啲走狗啦，就起碼有4至5個。但係返工嘅第一日 ，Karen 就感受到公司內部瀰漫住一種令人窒息嘅氣氛。肥傻嘅脾氣極為暴躁，經常對員工咆哮。咁其實肥傻嘅主要職責喺公司係做經理啦，其實乜都管啦，老闆嘅女朋友啦。員工有時連足夠嘅用餐時間都冇。好快 ，Karen 亦察覺到呢間公司極唔尋常嘅運作模式。嗰陣時返工喺公司，喂，食飯時間冇㗎 ，OT 成日都唔願意俾人哋去補鐘啊，所有嘢㗎，直情當人哋走狗啊，鬧人哋，我會炒你啊，唔沖我會炒你啊，佢簡直係癲啊，好似精神有問題啊！喺返工嘅第一個月，公司就拖糧。而喺第3個月又遲咗1個星期出糧，即係要成日要追去問佢幾時還，即係出糧。老闆未返啊，老闆未成啊，得啦，會俾你啦，唔通爭你咩？所有嘢，即係佢係一個咁嘅人咯，拖得就拖，最中意就係拖。除此之外，肥傻仲經常向員工借幾百至到1000蚊。食親飯，啲同事一齊嗌飯，佢可以幫我俾住先啦，成日側膊啊！唔俾翻錢啊，又話啲客爭錢啊，即係爭啲客錢要退款，即係俾啲客啊冇現金啊，就問人哋攞住啊，跟住又拖啊又剩，咁啲人又唔係好夠膽問佢攞翻，因為始終都要出糧又要剩，但係都會呻咯，即係佢成日中意係咁推，簡直係唔得啊！後嚟 Karen 嘅工作內容變得越嚟越扭曲，佢嘅職責竟然包括充當肥傻嘅擋箭牌，應付嗰啲上門要求退款嘅客戶，而肥傻仲喺關鍵嘅時候匿埋咗。12月已經好多苦主啊上嚟啊揾佢啊要求退款啊，話佢喂，你轉咗鋪頭唔出聲嘅，如果唔係上網即係喺 Facebook 睇到你過咗嚟呢邊，喂冇人知道㗎喎，你幾時還錢啊？應承咗一個事主幾時還，跟住之後又唔還俾人啊，即係佢好多呢啲人啊所有嘅嘢咯。Karen 做咗一段短時間之後，肥傻突然電話通知 Karen 先放假，唔使返工。當 Karen 追問人工嘅時候，肥傻終於攤牌，指公司已經搬遷。跟住呢，佢仲要係差唔多臨執啦，冇人知㗎。其實好多人有上嚟有睇鋪啊，有剩啊，睇 file 啊，又話呢啲係嗰啲
維修㗎，嘟嘟嘟啊，當晚走佬啊，都冇人知㗎。跟住 send 出嚟就話我哋而家暫時咧呢間公司有鬼。同時，肥薩向客戶聲稱店鋪被人監視，為咗客戶嘅安全，店鋪無奈需要即時搬遷。揾到鋪頭再叫返你哋啦，暫時停薪留職啦。到而家人影都冇啊，跟住到出糧嗰日，淨係出啲唔出啲俾人啊！你真係過分到呢，又話老細未過，又話成，哇！佢真係完全唔掂啊！喺2025年7月，有苦主親自到位於銅鑼灣羅素街嘅 Top Medical 美容中心拍攝現場情況。由影片可以見到，原本由 Top Medical 租用嘅樓層已經被封條圍起，亦冇開到燈。前台堆放咗大量單據、文件同埋雜物，仲有人喺牆上貼上 Top Medical and ProCare Concept 已走佬字條。由 Top Medical 嘅 IG 賬戶上，我哋可以見到公司聲稱不聚烤、不硬銷、不馬虎。但諷刺嘅係喺2025年6月至到7月，即係 Top Medical 關閉嘅前後日子，都有唔少苦主喺 Facebook、連登、Thread 上投訴店方營運手法極為不當。除咗同早前開設嘅 ProCare 一樣，被指冇辦法成功預約療程，顧客又指療程嘅效果唔好。我聽翻啲客講，原來佢 sell 嘢咧就同啲客講，你幫我俾住先啦。之後咧，我起碼今日有條數可以俾老闆見到啦。之後得啦，之後我唔會收翻你錢啦，我會逐個月褪俾你啊。又話嗰啲叫做手續費啊，成日都話褪翻俾啲客得啦，有手續費你話俾我知 send 俾我啦，我褪啦。成日都唔褪噶，真係好多呢啲咁嘅嘢噶。另外，前員工 Karen 向我透露，公司聘請員工嘅時候，從未提供正式嘅僱傭文件，唯一嘅受聘證明就只有強積金嘅供款記錄，冇簽合約啦，又冇糧單啦，佢乜都冇啦。佢諗翻起呢種手法，好可能係為咗方便日後走數，令員工好難追翻人工。Karen 仲回憶起喺公司執笠之前，肥薩嘅房間某一個地方曾經擺放住一個類似神壇嘅物體，佢成日都點香，聲稱係為咗增加運氣。但喺公司執笠之後， Karen 多次喺苦主嘅口中聽到相似嘅經歷，就係入咗房聞到嗰股香味之後，就會覺得頭暈唔舒服。後嚟喺意識模糊嘅狀態下被成功推銷，買咗高額嘅療程服務。呢啲講法同早前苦主 Janice 分享俾我嘅經歷好相似，所以有唔少苦主都懷疑嗰股房間嘅香味一啲都唔單純。有消息指，一個客戶喺 Top Medical 時期被騙金額高達700至到900萬港幣，身心受創，一度需要入院治療。由以上種種嘅手法，我哋可以了解得到，呢個集團近年不斷以不道德嘅手段經營美容中心。佢哋通常以舊美容院轉手為理由接本舊客戶，而根據苦主公開嘅一份生意頂讓買賣合約中顯示，呢個集團早喺2024年1月曾經以36萬8千蚊港幣接管咗 King City 有限公司旗下嘅一間美容店嘅175個活躍客戶資料、店面同埋所有設備等。當集團以惡劣嘅手法榨取完客戶嘅剩餘價值之後，就會迅速關閉公司，或者以搬遷名義走佬，就連員工都無一幸免，被拖糧走數。之後集團再更換公司名或者營業地點，繼續重複成個詐騙手法。而集團開俾客戶嘅收據既冇公司抬頭都冇印章，好明顯係企圖逃避責任同埋追蹤。所以佢個人真係都幾趴街嘅，認真嗰句，即係身為一個老細，成日話乜都唔關佢事，但係實質佢係老闆嘅女朋友，係咪先？點會唔關佢事啫？好多嘢都關佢事，佢乜都會理，亦都教人哋點樣去呃人哋錢，簡直係過分啦！根據香港海關嘅新聞公佈，喺 Top Medical 關閉嘅前3個月，即係2025年4月，香港海關拘捕咗一個美容院嘅37歲女經理，懷疑佢對消費者作出具威嚇性嘅不良營商手法，涉嫌違反咗商品說明條例。海關指出，嗰個女經理迫使客戶取消已經購買嘅美容療程。離譜嘅係，女經理要求顧客額外支付9萬蚊作為申請退款嘅費用。雖然女經理曾經向客戶承諾會喺指定嘅限期內全額退還療程同埋申請退款嘅費用，但顧客多次追討都未能夠收到任何退款。而呢宗新聞公告提及嘅被捕女經理，就正正係苦主口中所指嘅肥薩。除咗肥薩本身涉及多宗美容個案，一個苦主又曾經同我講，肥薩嘅男朋友亦曾經涉及感情騙案。
喺另一方面，肥莎有份管理嘅 Procare 公司仲涉及過2宗勞資金錢糾紛，被告上勞資審裁處。有苦主向我透露，除咗執法機構之外，有部分嘅受害者曾經向區議員、電視台求助，但對追討金錢毫無幫助。而一眾苦主組成咗受害者聯盟，分享幾乎相同嘅被騙經歷。由我自己經歷咗呢件事開始，直到我遇到有幾個同我有相同經歷嘅苦主，甚至去到而家成個苦主群已經去到70幾人啦。咁即係證明咗一樣嘢，就係佢呢一個手法一直都係成功，可以呃到好多人嘅錢。就係因為咁，我就更加好想令到更多人知道佢呢一個呃人錢嘅手法，呃人哋嘅信任，然後俾咗錢佢之後就走數，希望可以減低佢再賺大錢嘅機會，亦都希望唔會再有好多好似我哋呢啲班苦主嘅人出現咯。追討之路困難重重，苦主發現肥莎總喺口頭上輕易應承退款，之後要求受害者簽署一大堆複雜嘅文件，但最終都未有兌現任何承諾。前員工 Karen 曾經親眼見到一個客人帶住年老嘅媽媽上門理論，好唔容易先至傾好退款細節同埋簽署退款文件，但肥莎就因為喺網上邊見到嗰個客人嘅抱怨貼文，肥莎好嬲，仲以呢件事為藉口公然撕咗協議，拒絕退款。佢呢個行為呢，喺呢個美容界呢，真係一個恥辱嚟嘅。佢真係，你叫佢唔好再出嚟害人啦。喺眾多嘅案例入邊，只有極少數嘅受害者成功攞返款項，但前提係要簽一份苛刻嘅保密協議，承諾永遠唔會向外透露任何關於呢間美容中心嘅負面資訊。目前好多苦主仍然努力透過小額錢債審裁處提出申訴，但因為被告從來都冇出席過聆訊，一眾苦主仍然求助無門。根據最近嘅消息，一個匿名苦主喺8月11日 Facebook 上發文，指喺旺角彌敦道僑建大廈嘅寧心閣養生美容院發現肥莎嘅蹤跡。當時有苦主直接上門同佢對質，但肥莎喺行蹤曝光之後，好可能會再次消失，轉移陣地。而家聽聞好似又開咗另外一間，啲客真係要睇清楚啊！望住嗰班咁嘅黨羽啊，都唔好幫佢哋買啊！佢哋都係呃你嘅。舊店執笠，新店接手，極速走佬等，呢啲就係肥莎美容集團不斷重用嘅伎倆。由早前提及嘅苦主 Janice， 再到被拖欠人工、做擋箭牌嘅前員工 Karen， 同埋其他損失巨額金錢嘅苦主，到底香港嘅執法機構幾時先可以為佢哋討回公道，甚至防止類似嘅事件再次發生呢？而喺香港，仲有幾多間美容院淨係以呢種惡劣嘅手法去賺取不義之財呢？